我哋要一齊做站立式普拉提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同埋核心嘅位置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開始啦。先想像有塊橡筋布披喺背脊嗰度，然後曲手踭緊握橡筋布，呼氣收腹，將塊橡筋布向前面拉，吸氣打翻開隻手，直腳向前踢，腳趾指向天花板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鍛煉腹肌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雙手嘅肌肉，亦都可以收緊大腿前方嘅肌肉，同埋伸展大腿後面同埋臀部嘅肌肉。呢個動作同時亦都可以伸展背部肌肉。呼氣，遞手拉長個身，收腹，吸氣，雙手握拳，一隻手打橫放喺心口嗰度，然後連續2次呼氣同埋收腹，將上身向側彎，打橫隻手就用力向相反方向推過去，吸氣上翻嚟。做呢個動作嗰時要留意，遞手上天花係要保持身體拉直嘅。做嘅時候盤骨要保持向前，身體保持平直。呢個動作主要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係鍛煉雙手嘅肌肉。呼氣，遞手拉長個身，收腹，吸氣放低一隻手，再呼氣，將隻手向側邊用力連續插2次過去，同時收腹。做嘅時候盤骨依然對正前面，只係上半身微彎。呢個動作除咗鍛煉腹肌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雙手肌肉，同時亦都可以改善姿勢。呼氣，遞手上天花，收腹，打開膊頭，上背收緊畫個圈，同時一隻腳提腿，打開髖關節，膝頭哥同腳趾指向側邊，然後放翻落地，吸氣，將隻腳放翻正，呼氣又重複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可以鍛煉肩關節同埋髖關節嘅靈活度，同時可以打開膊頭，收緊上背，改善圓肩。吸氣，遞手上天花，拉長個身，呼氣收腹，雙手緊握拳頭，由上面向兩邊掹落去，上背用力，心口打開，心口保持向前，將一隻腳交叉放喺前面，下身微微轉側，吸氣，腳反原位，手放翻上面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雙手嘅肌肉，收緊背脊肌肉，同埋打開膊頭，改善圓肩。吸氣，拉長個身，呼氣收腹，雙手放喺比那嘅位置，提醒自己繼續收腹，同埋將重心後移，同時翹腳，膝頭哥向外指，成為半踎嘅狀態。吸氣，遞手拉直個身，企好，呼氣又重複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打開髖關節，同埋伸展臀部嘅肌肉，同時亦都可以鍛煉下肢嘅肌肉。示範又做完啦，如果大家有問題可以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